佢咧就係可以抑制我哋皮膚裏邊嘅黑色色素喎。咁咧即係換言之咧，就可以令到我哋更加美白啦，更加可以抗到老斑啊、淡斑嘅效果噶喎。咁2008年咧，美國實驗生物學協會咧，咁咧就有一個研究咧，就係話咧，原來蘋果多酚咧係可以對我哋嘅身體體重咧呢個體脂咧係可以有一個好有效嘅改善嘅喎。咁而韓國亦都有一個臨床實驗咧，連續服用呢個嘅青蘋果多酚維持12個星期咧，個體重咧係會得到減少。腰圍又減少，臀部亦都減少，體脂肪下降，內臟脂肪亦都減少埋嘅喎，好厲害。咁而蘋果皮嘅紅果酸咧，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嘅中式脂肪啊，咁啊會增加我哋中式脂肪喎。增加咗中式脂肪有咩好啊？就會減少我哋個白色脂肪咯，因為中式脂肪佢個能力咧係比起我哋肌肉嗰個消脂能力咧係更加強10倍嘅喎。而蘋果多酚咧，佢個穩定性仲好好添喎，佢又唔怕我哋嘅胃酸啦，又唔怕